哎呀等下你要大家看一下哦。old school 哦，足侪观众朋友可能毋捌看过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刷包包包啊。包啊，啊，我这干乐啊，甘乐。干乐今仔日主题可能就是要去找讲这足 old school 的囡仔耍的物件。是嘿，这你捌耍过无？因为我细你差不多20岁嘛，差不多啊。你已经不能过。干嘛咧黑白讲？这是你细汉的时阵爱耍的嘛？哎呀，细汉时阮有耍济啊，阮搁会讲定甘乐，啥物叫定甘乐？定高机的定。定就是安尼哦，有甘乐安尼有无？你安尼甲定落人即个甘乐顶悬，啊有诶讲定破。哈？定甘乐。这派。真的。这是超高技术哟。嗯。你示范一下。这就安尼有无？嘿。上最后安尼，啊你手安尼甲用掉有无？安尼甲交咧。安尼啊甲弹喙了有无？啊甲扭上来，啊伊就死。哇，就失败啊！你看，伊就死啊，有无？即摆上厉害，毋是讲。这是倒头栽呢。我甲你讲。因为即摆大家拢风车嘛，拢安尼嘛，所以即摆干乐伊会设计安尼，是哦，伊个学袂讲，无啥共款，因为咱今仔有来宾来，无紧甲叫出来。伊可能有较熬啦，较熬。来欢迎咱的好朋友伟毅啊！伟毅，哎，大家好，足久无出来呢，足久的呢。你是咧问啥话啦？就是阮囝啊，带囡仔，足少无闲的呢。哦，带囡仔足无闲即摆2岁尔。2岁尔，对。哦，足久无看这呢。这你捌耍过无？有啊。安那耍？你耍互大家看。真的？哦，足久无耍的呢。这边安怎？安尼啊？哦，一个尔。安尼啊？哦。爱 Q 这，是不是？是哦。无，这安尼伊敢若一粒尔。一粒。伊即摆一粒啊。哦，你画。哦。你画。你。好，来。是安尼啊？嘿。哎呦。阿哥。哎，不是安尼。你袂使安尼，你安尼。安尼俩。安尼你要管我？你看，对无？安尼无共款，安尼就剩一粒尔。你看，遮久无耍就这啊啦。对。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这种 old school 的，对，囡仔耍的，到底是算啥物呢？矿山来介绍一下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矿山。细汉的时阵啊，真正有真侪好耍的物件。不过呢，今仔要介绍的是，有可能大家应该无看过嘛，无耍过的物件哦。咱来看有啥物好耍的。哇，原来今仔日要介绍的，就是有看出来无？放婚教。对啦，婚交铃啦，放婚交铃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教乌龙啊，甲大家介绍一下啦。放婚交铃就是人讲的歌铃，教乌龙啊呢就是斗蟋蟀啦，拢是以前伫迄农庄较有看会到的运动。今仔日啦，我感觉上趣味的，就是因为真济。时间拢无看到这啊，要失传啊，所以今仔的导览先生啊，毋是要来介绍的，伊是要来抢救文化的。所以咱来欢迎阮的导览先生。第一位呢，伊就是阮的阿中，伊是婚教的艺术家哦。阿中。婚教艺术家。嘿啦，你看我阿中，有感觉伊真时尚无？伊真摩登，伊正经是伫迄杂志社咧做工课，所以啊，伫杂志社伊就就是fashion的人，哪想讲要去做这婚交铃啊？因为自细汉就足介意婚鸟的甚至嘛饲婚鸟来当做动物伴。
动物潘，所以伊差不多伫13、14年前，就等于伊的故乡台南，遐来去研究这放粉鸟林的文化，所以今仔日就要来大家介绍咯，欢迎，谢谢。另外一个啊，就是阮甲乌龙仔的主任，欢迎阿斌主任。阿斌主任，啥会叫主任呢？是因为伊真正是国校的主任，真正啦，是啦，国校的主任真正的，所以啊，主任伊就是家己咧掠乌龙啊、饲乌龙啊、研究乌龙啊，而且佫甲这乌龙啊教阮的小朋友，教学生，所以平常是老师的国校拢会当来算这乌龙啊，因为即摆的小朋友足少看到的，所以老师就想讲甲融入阮的课程嘿啦，课程内面，所以等下就要好好甲老师请教，没问题。请坐。所以阿斌主任，你伫倒一个学校做主任？我暂时是伫台南市北区的大港国小，做主任。我正式研究这个乌龙啊，是伫阮新化的正新国小，离啊服务26档。因为迄个调职，所以我2年前调过大港国小，毋过社区的活动我有咧参与，所以这个部分，阮囡仔对1年甲6年拢有无同款的课程。尤其是6年毕业，阮有一个迄个水果杯，就是讲你第1名，阮送你水果。这个水果就是互规班的食的量，就是暑假拢互阮准备。恁就负责，因为阮1年甲5年拢有无同款的课程，包括观察，包括去做艺术品。所以甲6年就是一个综合的结合。所以变成讲，我就是一个会晓人术啦，会晓教术啦，会晓会知讲你对校处理，就是知影你对这方面拢做了解。所以只要对阮校毕业的，伊绝对知影啥物叫做教乌龙啊，和别人无共款。教乌龙啊呢？迄看毒杯也无共哦。毒杯啊，就是灌毒杯啊，毒教嘛。对，无唔对。所以这毋是毒教，毋是，阮等一个我会来解说。安尼哦，无共款的呢。对啊，我只係讲，这就细汉灌的毒教啊。灌毒教有算过，毋是这个。教乌龙啊，唔知。是。你莫看呢，人老师佫有出册呢。佫出册，因为伊佫有出册呢。咱细汉的时阵，咱伫国小的课程拢有饲过潭仔。潭仔是啥？蚕。蚕哦，恁叫蚕嘛。潭仔，其实这个部分哦，你发现了，咱饲了，你敢知？你买啊，你个潭仔拢放去倒去啊？你回想者，你迄买拢走去倒？你应该唔知走去倒？对，迄就是其实迄是一个反教育的课程，因为咱要教囡仔观察了，咱嘛是要有一个爱护动物的心，所以我就想讲，这个技术啊、乌龙的物件是咱全校所在拢看得到，所以咱以后学着了，咱会晓透过伊的观察，嘛是共款有一个啥物完全变态的部分，咱会晓对迄来学习，唔免讲一定爱饲潭仔，因为饲潭仔你该有商业，这是专门爱饲较有，你乌龙也免，你好食菜。食番麦，其实水果拢对咧食，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咱是想要甲这个课程有小可改变。囡仔会晓讲，除了观察了，咱嘛会做一个不共款的迄个所谓的迄个生命的教育，是从这部分开始。伊安尼讲，我想到啊，咱细汉真正是饲潭仔无对，所以咱这边是乌龙啊，咱这边老师是放粉鸟呢。放粉鸟。所以你较早是这个杂志社咧做工课。杂志社甲粉鸟有啥物关系？杂志社和粉鸟是无关系啦。我家己吼足介意粉鸟。本身就爱生粉鸟的。因为吼粉鸟有归属的能力，我对这个能力哦足痴迷。较早吼一开始是对一般人讲的传心啊，粉鸟就是人爱比速度的迄种赛鸽，较有兴趣。到尾啊开始做艺术工课了吼，去接触到迄个。咱台南的咸水客家遮的粉鸟林的文化，甲发现吼，这文化活动啊，是开始早期的出现，到现代开始稀微的时阵吼，基本上是和咱台湾的近代的历史吼有足大的关系。我对这部分足有兴趣，就开始深入的研究，个调的啊，去解着这个文化的研究安尼。所以伊拄则讲的迄内容，就是讲饲粉鸟。放粉鸟是一种文化，
台南的文化呢。无概念呢，那像粉饺伊有文化伫咧内底。一般人讲，你搁甲我放粉饺啊？诶，你给我放鸟。对啊，你搁有放鸟咧，但是伊的放粉饺是一种文化呢。这真正无需要。啊，我先来放婚饺，先来放粉饺，来。伫17世纪吼，粉饺啊是飞鸽传书因的。迄个时阵的 email 就是粉饺咧。老师有带这粉饺林来，给大家看。你就适合做粉饺呢？嘿啊！这比赛吼是两个针头的对抗，对一个针头吼排袂了就输啊，啊排了就赢。迄放2粒呢？两粒迄偌大粒伊安尼贵安尼，敢背包客呢？每一档的粉饺比赛啊，下晡个传点心，有物件食，有物件食。等足久，等足久。三百鱼梅，我干嘛因为好，准备吼各位食看卖。真正哎呦，来。啊，我先来放婚饺，先来放粉饺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忠，今仔日来甲各位介绍粉饺林文化。啊，咱粉饺林文化吼，差不多伫300当前就有啊。哦。伫17世纪吼，咱国姓爷部队来到咱台南府城，吼，当初时的士兵啊，吼，将粉饺啊当作是军事用途，飞鸽传书因的。哦。伊会伫原本会伫粉饺啊顶悬吼，用装竹筒啊，爱装迄个纸条啊用的，吼。啊后来啊，荷兰人离开台湾以后，才阿兵哥变成农民。哦。因无代志做，就开始生粉饺。哦。啊，有人想要证明讲，啊，我粉饺比别人较勇，较有力。哦，就开始比赛。就装竹筒愈装愈大。哦，啊，竹筒就愈做愈大，就变成咱种粉饺林的模样。所以你拄则讲的文化，就是迄当时郑成功来咱台湾，还是用粉饺啊粉，饺来飞鸽传书。送批。嘿。无毋对。迄个时阵的 email 就是粉饺咧，对不？啊，放粉饺林文化吼，即像咱北种去烟花，哦，台南的客家、咸水、新营。吼，啊，这种是郑成功部队吼屯兵开垦的所在。啊，北边的嘉义义德，吼，真几个钟头，嘛有人咧耍。吼，这个文化吼，每一冬啊，伫咱的农历2月到4月之间吼，这段时间啊是春天阴冬，较无风、较秋晴的日子，较适合比赛。吼，这个放粉饺林的文化的进行吼，是利用粉饺归收的能力，吼，将咱竹筒加工的竹筒吼，乌空摆伫鸟仔尾仔顶悬，吼，啊放啊飞，啊飞的过程啊，吼有风吹位、悬位吼，有声音，呜叫的声音。老师有带这粉饺林来，给大家看，就是生做安尼，伊拄仔讲有风，大家会当试看卖安怎吼有声，安怎有声？哦。你就适合做粉饺呢？嘿啊。哦。你就行呢，你生就行。看我你。就轻的呢。嗯。我看会使变做粉饺。这就是哦叫。这个会发出声音。就够追呢。所以你讲这就是叫做粉饺林。粉饺林，嘿，唔对。啊，放咧粉饺的尻川。系尻川尾仔的羽毛顶尾悬。溜。哇。啊，我今仔日嘛找一个影片吼，互各位欣赏者了解者。就是安尼拔起。伊甲弹出去呢。然后这比赛啊，这比赛吼是两个针头的对抗，吼，啊两个针头的先讲好，每一个针头啊，吼，有够大粒。这比赛哦，就是两个针头先讲好，哦，要出几粒的粉饺林，吼，啊重量偌济，
等下，迄拄只迄绑2粒呢？一粒还是一粒？迄1粒，拄只迄2粒啊？迄两个讲啊，两两个讲。个讲2是2粒。是细粒的，我以对，为哎嘛算是细粒的。两粒一组。两粒迄偌大粒，伊安尼贵安尼，敢背包所以呢？所以到尾啊，就是拼输赢。嘿，啊，我来甲各位解说一下吼。这比赛啊，粉鸟林比赛吼，就是2个针头吼，讲好出几粒的粉鸟林，啊，上细粒的5寸梨啊，哦，5.2寸。 5.2寸是这哦，迄上细粒的，迄5.2好寸，算的尔。 15公分， 15公分。哇，这大了。差不多安尼哦。比赛啦，啊，迄是5六个用的啦。哦，嘿，啊，上细粒5.2啊，啊，上大粒9寸8，吼，啊，2个针头啊，讲好，吼，啊，这比赛时间就差不多早啊7、8点，啊，放到可能中昼12点1点，吼，这段时间拢会当互你，拢是比赛时间，啊，就是吼，咱这个针头先甲粉鸟啊，炸去对方的针头，哦，啊，挂进100粒的粉鸟林，放啊飞转来，啊，到中昼这段时间拢有法度，拢会当你会当。 休困，因为这个针头的粉鸟无可能100只，可能30、40只，啊有可能50、60只。啊，这段时间你会当互粉鸟爱放爱去排林转来，啊有这100粒排转来了，隔工换对方的针头的粉鸟来咱这个针头，甲恁100粒排转去。哦。啊，一来一往，后拢排了，就过关。哦，隔日啊，个抽，甲上细粒的5寸4啊、5寸2啊抽走，换大粒的。 差不多1尺，吼，完了1尺几公分？ 1尺差不多30几公分，对，迄是要互老鹰的吧？哎，对啊所以啊，所以因饲粉鸟足重爱饲好用，饲好健康，来来回回啦，半轮比赛，啊，去看这个对一个针头吼排没了，就输啊，啊排了就赢，哦，嘿嘿，这个粉鸟林文化吼，上特别的吼。 就是吼，这动物比赛啊，是唯一哦，全世界唯一，咱人会当插手的。就是粉鸟起飞的过程啊，伊也无够体力，吼，飞袂过针头的中线的话，伊会迫降，伊会停下休困。啊，咱人啊，会当去甲用手去甲掠，啊掠到的吼，即只粉鸟啊，去用掠到个失格，失去比赛的资格。 哦，哎，哎，咱这针头减一只，是毋是减一个战将？对，吼，啊，就是比看啥物人的排没了。嘿，哦，啊，这个每一档的粉鸟比赛啊，吼，拢有针头轮流主办。吼，啊，这主办的吼，这针头吼，除了合作迄个比赛当顺利的进行以外，啊，下晡个传点心，吼，互招待大家，吼，啊，通常拢是卤面啊。 甲肉羹啊，啊无就梅，啊，咱客家这边啊，咱客家这边上有名就是沙白鱼梅，沙白鱼梅好，今日准备互各位食看卖啊。真假哎呦，哎呦，来，要就久啊！来，都是啊，都是啊。沙巴希梅。哇，因比赛的时阵，中午休困就是食沙白鱼梅啊。嘿，因因为为喺台南嘛，做侪鱼粉啊嘛，对无？啊，拄啊，就边仔徛徛喺度水沙。农村生活吼，有啥物就食啥物啦。对。啊，平常时无比赛的人哈，无比赛时阵啊吼，遮饲粉鸟的人吼，甲遮粉鸟当做家己的家人、亲人的认真的照顾。伊看这张相片，这位大哥啊，爱看家己的粉鸟啊，吼，啊，这伊的粉鸟肚，哦，那像父母爱照顾家己的囝儿共款呢，足情意绵绵安尼啊，哦。啊，大家拢会讲吼，啊，粉鸟啊，逐只拢生啊要共，对，啊，有法度分辨吗？那有可能。根本对饲粉鸟的人来讲足简单，就亲像咱咧饲猫啊、饲狗啊的主人共款啊。啊，咧粉鸟啊吼，嘛有身份证哦。哦，因哦，遮饲粉鸟的人哦，甲粉鸟啊骹顶悬哦挂卡环啊，哦，啊通常用阿鲁米啊、塑胶做的。啊，这粉鸟啊吼，啥物时阵爱挂卡环啊？就是粉鸟啊囝哦，甲破壳出世的时阵哦。差不多7天到10天这段时间，就爱挂起哩。哦。嘿，你若伤慢吼，伊就大只，骹就变粗，你就挂袂起哩啊，嘛拔袂落来啊。吼，所以每一只粉鸟啊，吼，对因来讲吼，每一只拢是独一无二的啦。吼，啊，其实这种放粉鸟林文化吼，不只是娱乐啊，嘛是农村生活的智慧甲风俗。哦，嘛是针头之间换暖的媒介啦。哦，
平常时无比赛啊，大家拢互相送饲料啦、研究啦，吼。啊，比赛不管输赢，大家拢会坐落来食饭、泡茶、开讲，吼。透过这种的文化活动的交流交配，吼，培养农村之间的感情啊，吼。啊，这嘛是因为吼，为什么吼？咱这枕头吼，到今拢一直搬落来原因啊。我进行活境的时阵，我听过一个故事。是，伊就讲，拄则老师有讲，这放薰蕉林会当人为去干扰嘛。嘿，若是停落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让它掠起来无？我听过一个，就是伊会放迄饲料伫咧房子的顶管啦。伫咧迄厝厝顶厝顶，树顶啊啊，安尼迄薰蕉就会来食嘛。啊，有一只，每一摆比赛的时阵，拢会来食，啊，食到足肥的，所以伊就变成是敢若是吉祥物，啊，伊名字叫做嘟嘟，放嘟嘟，嘟嘟，嘿，好伫台南迄个所在，伊真正足有名，就安尼啦。啊，我今日介绍就到这，谢谢。所以今仔阿中来以后，咱才知影原来放薰蕉，伊是一段台湾的历史。毋是黑白讲的事呢。毋是黑白讲的，迄是迄个时阵伊的军事用途，对无？就是讲来到遮，伊用薰蕉来夹配，啊，到尾啊已经无咧烧战。即摆变成讲，遐个军人即摆已经咧进产啦，啊无较早咱耍薰蕉耍到遮趣味，啊无过来耍一个，对无？是不是？对，足久无你讲的拢对，对嘛是安尼嘛，真诶足趣味。真正是历史呢。历史是一种历史，赞，真趣味的故事。啊，生完薰蕉就爱来教乌龙啊啦。哎呦，来搞嘞！朱玲请。咱较早，咱阿公阿嬷妈妈带咱去灌的，就是这种大杯啊。啊，这种叫做乌龙啊。你看卖，这个啥？伊的心情。我感觉想要交女朋友。对。是安怎？我拢安尼。哎，是咱乌龙的小家，其实伊是一个咧争伊的地盘。你看伊的喙齿，伊有春出来啦，两支足尖的呢。恐怖呢。这真足好诶！我去看。这是吉娃娃，这吉娃娃。生完薰蕉就爱来教乌龙啊啦。哎呦，来搞嘞！朱玲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今日要来介绍新化的教乌龙啊。咱新化其实伫60、70档的年代啊，其实足侪拢是做穑的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遐少年啊，日时去做工了，顿下拢爱甲这时大人斗做穑，或者是饲牛啊，去食草，所以伊即个时间多是下晡时啊，啊，这个时阵多是咱讲的乌龙啊。也是迄当中做一个戏术啊，无共款的，除了乌龙啊，还有其他的戏术啊，拢伫下晡的时阵出来活动。所以戏术啊，蟋蟀，蟋蟀，蟋蟀叫蟋蟀啦，嘿，是种。我刚才那蟋蟀啊，蟋蟀是零食，蟋蟀啦叫蟋蟀，嘿，啊乌龙啊叫乌龙啊是蟋蟀啊一种，啊乌龙啊华语叫啥？叫做黄斑黑蟋蟀。哦。黄斑，因为伊个脚趾片有两个足特别的黄色的点。哦，啊，等下我会介绍迄个咱讲的灌毒杯啊，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伊即个做事的中间就发现讲边拢做一迄种迄个蟋蟀啊，伫遐走来走去。其中上大只的，就是咱今仔要介绍的主角乌龙啊。咱较早在60、70年前啊，60、70年代啊，其实拢无啥物电视通看。啊，咱食饭饱拢是伫庙埕，伫遐泡茶开讲。啊，所以因就甲即顿少年啊，就甲即个物件查出来伫遐研究。所以伫民国74年的时阵，就是举办第一届咱讲的教乌龙啊比赛。哦，这个时阵毋知影讲大家反应遮好，毋是惊新化咧饲，其实其他所在嘛有咧饲。所以就第2届、第3届、第4届一直办落去。啊，我这样是即张相片是第18届。
中野麦克这就是咱讲的裁判长，伊就负责全场的迄个比赛的进行。啊，你看咱遮有这拄啊，即种就是一个溪啊，拢缀一只蟋蟀啊、乌龙啊。是安那呢？因为这是来自无共款的饲的人对伊的保护的程度，有的人内面有可能用无共款的材质来保护这只乌龙啊。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咱讲的蟋蟀的选手村，这个部分就是加了，个所以说就是讲比赛的时阵吼，咱袂使互迄个主人家当着，爱互工作人员杀去比赛现场，才开始加。所以咱等一样体验，哦，这个部分就是咱比赛现场，你看后壁的人，大家拢是目睭金毛，你看这个比赛。所以这个活动吼，其实变成全国性的活动。所以到7月8月时阵，足侪人就敲电话来问，啊，今年定是要办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变成生活一个足重要的传统。有够热呢，迄个时阵有够热，哪有法度？就是乌龙啊上济的时阵，所以你要去你也好，去外口找也好，这个时阵是上济。哦，所以较有法度去应付遐济要你的迄个需求。来，咱要讲的，咱要教乌龙啊，是啊，乌龙啊会小教。是，其实伊是一个咧争伊的地盘，所以有一只乌龙，比如讲咱遮，我是住伫遮，结果你入来找我会先甲你叫，讲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望入来。啊，毋过你一直听无，一直要入来，我两只就会小加，我就处理含你小加。哦。啊，所以我教赢你就走啊。我袂去甲伊叫，我就听你遮，就是表示即地是我的部分。所以咱人啊，就是因为有熟悉伊的特性，所以咱就用即个方式来互乌龙啊受气，来教。啊，所以咱要用啥物互这乌龙啊受气？咱平常时两只乌龙啊在手，其实伊袂受气。吼啊，所以咱尾仔研究出来一种材质的手是上好互咱的蟋蟀啊起盼的。要看嘛是啥物材质无？来，伫遮是啥物的？感受一下啦。看得出来吗？蒙蒙的啊。看出来，后头再看。是啥物动物？这动物的一种。够快，这今天就好哎。我去看。那是吉娃娃，你吉娃娃，就嫩的呢。就嫩诶。是啥物动物来要要看卖无？是狗吗？狗，是狗吗？狗的吗？是狗的吗？你感觉咧？这种通常拢是喙手。佮有咧，今年恁兜树是啥物？阮兜敢若饲囡仔，阮兜无饲啥物。猫啊，猫的喙手啊，猫的喙手。咱讲这个叫做猫仔手。啊，咱猫仔手其实的用途要互伊起歹，就是让这只乌龙啊的下头。所以我有准备一个影片，互大家来看，看这个部分当时安怎来弄。你看伊的喙齿。哎呦，就开呢。尖尖的边仔两支，伊有伸出来啦。加你看遮。哎，真正是安尼两支足尖的呢。恐怖呢。啊，毋过平常时啊，你家你啊，伊袂甲你夹，伊是伊咧起歹咧小夹，就是伊的地盘咧整的时阵，伊较会开始要小夹这个动作。啊，无你通常你抓伫手，阮拢是抓伫手伫遐耍的，所以袂去甲会去有夹着。就欠，就是讲伊欠水分的时阵，因为咱手拢有水分，所以当时啊会去互加一下。啊，毋过迄是过就好，伊袂过一直加掉的。吼，所以是加一下就放开。我饲遮久，我毋捌看过叫伊囡仔吼，细汉朋友咧抓，伊甲讲老师，我有乌龙啊加掉，我看卖到安怎，伊讲无，就是感觉点点安尼尔。嘿嘿。啊，所以咱人了起歹了，伊牙开开，咱就开始要小加。那小加是有伊个步骤的哦。就是咱咧比赛的时阵吼，咱已经加变成一个 SOP 的流程啊吼。咱爱双方开始拢爱会样喙开口开始后一步。譬如讲我的乌龙啊，伫遮伫遐人一直都无开喙，我即只就失格。我即只另外一只就晋级啊，都免比。因为即只比还袂加。啊，我即只一直人袂开啊，我个袂开。所以就是这影片内底。对，你看咱有中是一个比赛溪啊，啊，咱中有一个门。拍开，即摆已经拍开啊嘛，拍开就开始拄啊嘛。嘿，咱来遮看，即两只生只拢一模一样，所以裁判要开门进前，我爱先甲两个选手讲，你的无共款的所在。比如讲，咱两只拢生只拢乌的，拢有黄色的。啊，我爱讲啊，你这骹后壁，你黄色的斑点可能较大，所以即只是你的。啊，你即个是斑点较细，即只是伊的。所以啊，未开进前，咱爱先分好清楚，爱先确定了，开样开门，开样结束这个比赛。吼，这是一个迄个过程，吼。啊，伊拄则夹到尾啊，到底谁赢，我嘛看无。对，啊，免啊看赢输，尾啊赢伊会听伫遐叫，
啊，所以伊就走去，就是安尼就定格伫遐。赢就叫啊。叫啊，伊袂去入，因为伊是要甲你驱逐去我的领地尔嘛，所以你输你就走啊，啊我赢我就伫原地伫遐叫，安尼就算比赛结束。啊，所以这你讲有人讲比偌久，其实无一定，因为有当时两只输啦的体力差不多的时候，有当时加起来就是半点钟、1点钟，啊有当时啊头到2秒钟就结束啊。因会淡仔相加嘛是算足君主的相加呢吼。啊，我认输，啊你就袂搁加。袂啦，袂加，加到安尼要死对啦，对对，哎。啊，咱细汉的时阵，其实吼，阮上爱就是放暑假。咱放暑假的时阵，就是开始招囡仔骑脚车，开始去巡田园啊，吼，去掠乌龙啊。所以咱掠到下昼夜的时阵，咱边仔多有番仔花，啊边仔多种番薯园，番薯园吼，啊多有土，开始学开就是激摇，激摇开始下昼就干咧解决。哦，所以新华上有名嘛是这个番薯族、控番薯的部分。我今日带来要请大家来食看卖吼。古早味。控番薯啦。啊，恁厝当时啊有饲鸡啊有鸡卵，我就顺带鸡卵蛋了，啊有种番麦嘛蛋了，所以其实离庄脚活的囡仔拢袂去咬到，所以爸爸妈妈袂管你的豆食无，反正你一定食饱转来。哦，啊是家己咧找家己的耍的物件，所以靠有这个控药啊，还是去掠乌龙啊这个物件出来。无共款的乌龙啊，佮含咱讲的毒鱉啊，咱较早咱阿公阿嬷妈妈带咱去灌的，就是这种毒鱉啊。啊，这种叫做乌龙啊，这种毒鱉啊乌空，啊毋过乌龙啊袂乌空，袂乌空，所以有差。所以伊咱囡仔你来时阵，咱拢去找迄个空，然后去找乌龙啊。吼，去找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咱一区域内面会用掠足济，啊，毋过真正厉害咧掠乌龙的人吼，伊根本就听声尔，伊听声就知讲咱即区域内面有几只乌龙啊，会养较大只、较歹的，吼，所以伊就去听声就去掠着，有声音，咱来让来了解。将是乌龙啊，伊的心情是安怎？咱会用介绍互咱的来宾知。我放3种无同的声音，互咱来约看卖。咱第一段咱先放一下，听看卖，听看卖。约看卖，这个声，伊的心情。我感觉是真欢喜。我感觉想要交女朋友。我是巴豆油。啊你？刚刚是很平静。对，大伯讲得对，伊就是咱一般伫下暗的时阵，吼，你会听的声只有就是即个听，就是伊咧散热的声，所以伊的规律，伊有做有规律的，就是一拍一拍安尼咧叫。吼，来第2段。我知是咧生气啊。对，咧想。就是咧警告，比如讲你来我遮，我来警告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所以你莫搁入来啊。哦，所以我的警告，我的声唔出大声。来，咱第3段。这真正想要找女朋友吧？对啊。哦，厉害厉害！你知影？是安怎？我拢安尼。你会讲，就是咱咧谈到来时阵，咱对方咧讲话拢做细声、轻声细碎，哦，就是要咧追求对方，你也伤大声，人就走去啊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变成讲你看，所以咱人讲啊，经过这个有这个乌龙咧叫，咱会用听看嘛。其实伊的声代表伊无共款的心情，吼，无共款的心情，吼，好，来。好啊，其实咱咧饲乌龙的过程当中，咱会甲囡仔讲啊，迄个咱的放土来甲饲好，其实迄是毋对的，因为咱土内面拢会生菌。所以正常的饲来是用无共款的方式，就是咱准备咱讲乌龙的别种，来，就是像安尼，咱一架一架甲饲，你看伊饲的内面无放水，就是用这种青色的做青青的迄个草啊，互伊做水分的来源，啊，佮用玉米，佮含咱会放迄个番麦，也是放迄个土豆，你甲饲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吼，就变成一架一架，所以咱咧饲起来，你会发现讲，其实咱咧咱遮饲遮主要就是咱家己的宠物共款，其实毋是讲咱黑白家饲，其实咱嘛是一种爱护动物的一种。哦，这个部分嘛是咱做环境，也是做研究咱的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好，啊，我今日的介绍就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冇问题。真趣味，是今仔日咧，两位导览设施拢甲因的家私拢传出来，要甲大家看卖，到底是要安怎甲人，到底是要安怎来背，所以咧，咱台湾行来看老师有啥物家私，有请。
有听到吼，这乌龙仔的声，哎，真正有听到呢。热天的声音。哇！目前呢，这种粉椒林文化哦，像这种模样尔。要比赛进前啦吼，伊会先把迄这粉椒尾先甲天开，哦，天开了，这中就有一坑嘛，就按这个坑了插。这不会起来吗？排那有可怜啊！这是好玩用的。这是人用的啊。所以咱今仔要比赛。我准备互恁比，哦，今仔这三只拢想要做女朋友。爱甲喵哦，喵干喵！哎呦，今天呢？开啊！来，要教！你赢，你就有女朋友啊！你想都这样。过来打。今仔日呢，两位导览设施拢有甲因的家私拢传出来，要甲大家看卖，到底是要安怎甲人，到底是要安怎来背？所以呢，咱台湾行来看老师有啥物家私，有请。有听到吼，这乌龙仔的声，哎，真正有听到呢。热天的声音。哇！有看到吗？有看到。咱今仔来好好听伊，听看欣赏伊的声音。你赶快。对，我做只系女朋友，就细声。是安怎找女朋友？因为我这两只，可能只无的，伊会骗到伊的气味哦。伊会感应。但你讲，拄正迄个要找女朋友是谁？这只，你看伊的时代就是小听。哦，就大只，这只哪有啊？这三只。这才叫女。即马这三只拢想要做女朋友，这只卡地位。这只，因为你讲，因为伊想要做女朋友是安怎？伊有闻到迄个伊某的味，主要是我本来要介绍讲某的含柑有啥物无共。哦。啊，我这个时间我无讲到，所以我主要是安尼。啊，我毋知影讲必须讲互伊交女朋友是。啊，搁互咱听到因咧找女朋友，啊，所以咱即马这毋就是伊的战斗擂台？对，家毒，咱台语叫做家毒。家家毒嘿，咧咬猪啊！对。家毒。啊，你看咱这有三个门，这门拢是活。啊，所以咱的塑料就掠一只，放伫遮，啊，我就放伫遮，啊，开始举两把手人互开，啊，裁判来讲，啊，你有开，啊，我有开，就表示比赛就向开始啊。哦。所以咱今仔要比赛哦。我准备互恁比，哦。因为我赢过公平。所以阮会使甲伊选。对，互恁选。我甲你讲哦，迄想要找女朋友啊，找无咧上歹。你用记啊，我帮你掠。这只。这只拄则佮尾啊叫两只啾啾。哦，是吗？歹势，这只，伊上尾啊佮叫两只啾啾，这只就是这只。等，这只会徛起来，这只。等下，你好啊。这只，全部敢这只徛起来。真正假啦，徛起来。你看这只徛起来。你家己抓，你抓起来。无啦。这家己你来抓起来。唔敢掠，我掠嘛。哦，你甲我掠。伊敢啦。啊，你说加袂听，加袂不是，我有当时啊无爱互囡仔掠的原因是因为伊会惊，所以伊会甲出来。对。所以伊毋是会惊，因为这个乌龙仔伊足惊惊吓，所以也惊吓了，伊就袂加。哦。确定一只。真正徛起来啊你。好，甲掠起来。哦，安尼就起来啊？伊袂跳哦。袂。这是好出国境的。好吼，来。哇，真的就大只。你讲伊袂跳。伊头啊看着伤正，你甲看吼。啊，就可能。你先甲徛在遮。我是。然后你出。我就要去隔壁遮，我要学歌学会。我本来嘛要选你遮。即摆所以咱来看，你家己认你只生做安怎？你知你只生做安怎？对，较大只。老师，你甲我讲。好，你咱来对看咱的尾啊，遮有无？你像这是有分少笔册，啊伊这笔啊，然后你看你这黄色的斑点有无共无？有的较大斑，有的较细斑。完全共款。好主讲较肥啊。完全看袂出来。你头较大啦。来看一下，你迄个伊中这迄个乌色的，迄个黄色啊，黄色中这乌的所在，一定是无共。哦，我的黄色才有乌乌的。而且对，你毕竟你
迄个倒正手边这边的黄色有较大地是吧？你看啊，啊这就无遐大地。好，好，咱拢看清楚啊。看清楚哈。所以我迄只看清楚伊正手边的黄色较细地，伊的正手边的黄色较大地对，这对。大家拢看足清楚啊吼，安尼要开始啊。开始人所以要人的先，就写人伊的遐头嘛。对，遐头。啊，你别甲插哦，插伊会着惊。啊，伊甲喵哦。喵干喵，哎呦，真的呢。所以我这只是毋是就想要拍哎，你迄只足歹的。我这只有就想要拍啊。你会开啊，我这只敢开，我这只敢你只开啊。袂开，伊开会去。你开啊，你拜托你叫一个紧的。好，两只拢有开的，有开啊，有开啊。开啊，来，要教。你过来遮，你过来遮。啊，裁判通常伊安尼，我会甲伊摇来边啊，互因，你看爱甲摇来。哎呦，来，摇来。哦，这只我的，嘿，这只我啊，的，这只伊的，这只我的，这只我的。来，翅膀你看，加油！你莫惊啦！你赢，你都有女朋友啊！你想加油！这只我，嘿，都一只，像呀，等，因两个是咧烧酒，因哪会咧烧酒？哎，这真啊，到尾唔知倒一只对只呢？这个说我讲的是真的，吼。对，是安尼像呀哈，拢我袂看。通常安尼个袂输哦，呀。啊，袂输，搁咧教，搁咧教。哎呦，这只伊较短咧，顶管这只是像，应该是我的哦这。是伊的，来，好，咱来分开看。哦，你帮阮裁判像呀，像哦，搁咧打，哎呦，搁咧打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快拍！我没看休困。这只它当然是紧，其实伊是伤大只，所以伊重量是 OK， 所以伊是重心不稳。系啊，所以咱咧看选手，其实咱咧看，咱会用猫手用腰，伊的迄个姿势爱足低，拍啊足低，表示伊的赢面会较大。所以你看伊较硬，其实对来讲是不利的。所以伊也甲冲过了，伊这只肯定个并去，啊伊会就输。所以尾啊是倒一只赢。这只伊是我的。对，这只迄个伊的倒正手柄较大，吼，所以是。哦，高算。嘿啦，你讲对啦嘞。哎，拢平手啦。嘿啦。啊，这只赢伊会叫，吼，哦，哎，伊看起来伊就唱秋呢。嘿啊，伊会溜拢会起来。对啊。有咧感觉哦。迄个是咱传统咧，教乌龙话的时候来做。囡仔看到，第一个看。这相当啊，其实伊毋是，伊无啥物状况，这是小大只。是啊，刷落来就是阮的分焦灵啊。来看一下分焦灵咧。啊，这安尼，这不会起来吗？安尼排顶好可怜啊！这是互我用的。这是人用的啊。这是婚照不，哪有可能啦？婚照一只安尼大，无安尼大吧？安尼，哎，差不多。所以婚照爱饲哦健康，较有用，啊，爱训练。哦。啊，是毋是用绑伫因身躯？毋是安尼啊，我来解说一下吼。可能要比赛进前啦吼，因会先准备啊，甲迄个这婚照尾，婚照尾啊迄个羽毛吼，先甲天开，天开，才无血管啊，才无神经袂痛啦。好，哎，先天开吼，天开了啊，这中有一孔嘛，吼，一孔啊，这婚照领啊，我甲插落。就按这个孔了插落来，哦。嘿，啊，有的所在啊，有的针头啊，下个会准备这个竹啊，吼叫鳞垫吼，竹啊甲粗的，粗的，吼啊，这用一个等下，即摆毋是咧讲恁呢，即摆咧讲分焦，恁先等者好无？会使冷静无？啊，这竹啊用途吼，就是哦，这粉椒链的愈来愈大粒嘛，以后无用竹啊的话吼，伊安尼飞吼，相当吼惊会冰准，哦，安飞相当吼，伊会翻跟斗，会冰准，哦，所以这竹啊用途是甲撑腰啊，竹的吼，哦较有力，哦啊竹迄个链粉椒链愈来愈大粒安尼，啊，这目前呢，这种粉椒链文化哦，像这种粉椒链的模样尔啦，啊有基本上吼。咱台湾有3种粉椒鳞，哦，啊另外一种是长的，啊已经失传啊，哎，啊我今仔日搁早另外一种，这叫盘鳞，
盘林。哎，嘛有人叫安姑林。哦，所以像安菇粿安尼啦，对啊，像一个盘安尼啦，叫上安菇，哎，啊嘛上盘啊。哦，这是什么材质？哦，这是哦，这粉椒灵有3种部分啊，就是鳞挂，挂，啊这梗，这梗，这底，哎，这种用手工去做的，这目前用黑板树，泡水泡半冬，变嫩以后啊，用手工啊慢慢来脱啊接薄，哎，所以摸起来会轻嘛。这真正你看敢若做重，其实还好，无讲真重啦。所以即摆做这个粉椒令，迄个老师应该去团啊吧，剩足少人。全台湾剩2个老师啊，老师傅。两个呢？哦，所以这个文化真正爱你来介绍，人家才有这个文化。来，即摆爱来投票啊，来。手机啊，退出。手机啊，退出。哇！是这个咖乌龙啊，还是这个粉椒令啊？这个哎呀，好啦，来老师来请。哦，到底大家咖乌龙啊，还是粉椒令呢？来，是人三开票。是啦，他真人真赶快呐！对，拢白水啦！哎呀，吼，你哪会知？即摆囡仔拢手机啊，哪有人咧看这搞乌龙啊？对无？啊，这较早你哪知放粉椒？放粉椒这是一个历史呢，咱台湾本地历史是啦。快可以集团，卖去团去。是的，而且会多咱先生哦，学着做哦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、趣味的历史故事哦，欢迎来海海导览先生讲给大家听。啊，你若是看无够吼，一定爱去台语台的 YT 频道继续看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不急。